又返嚟20題寶寶問語答環節啦，唔知你哋今次會答到幾多條呢？我哋而家即刻 go go go！ 第一條，以下邊一種動物主要會喺夜晚活動呢？ A. 貓頭鷹 B. 雞仔 C. 牛 D. 雞。答案就係 A. 貓頭鷹，你有冇答啱呢？第二條，以下邊一種水果係紫色 ？A. 士多啤梨 B. 奇異果 C. 提子 D. 橙。答案就係 C. 提子，大家都做得好好啊！俾啲掌聲自己。第三條，以下邊啲物件應該放喺睡房裏面呢？即係你瞓覺嘅地方。A. 碗 B. 掃把 C. 洗衣機定係 D. 床？小朋友，你哋又知唔知答案呢？你有5秒時間。答案就係 D. 床。好嘢，大家都好叻啊！俾啲掌聲自己。第四條，圖中呢個男仔佢好舒服咁喺個草地度瞓緊覺啊！佢放咗啲乜嘢喺佢個肚上面呢？你有3秒時間。答案就係書包，好嘢！第5條，圖中嘅小狗嘅職業係啲乜嘢呢？你有3秒時間。答案就係消防員啦！你有冇答啱呢？我哋一齊嚟讀一次啊！消防員，輪到你。讀得好好啊！第6條，以下邊種物品係攞嚟梳頭嘅呢？答案就係 B 梳啦！哇，你哋都做得好好喎，睇嚟下邊嘅題目要難啲先得。第7條，坐喺小青蛙旁邊係邊個呢？你有5秒時間。答案就係狗仔啦。睇嚟都難唔到你哋喎。第8條，請揾出2個唔同嘅地方。你有5秒時間。今次難好多喎，唔知你揾唔揾到呢？第1個地方就係佢頂皇冠啦，第2個地方就係佢手上嘅雪糕啊！你有冇揾齊呢？揾齊就啦啦。第9條，以下邊一種動物係最輕？答案就係貓貓，好 Q 啊佢。第10條，牛仔用乜嘢嚟刷牙呢？答案就係牙刷啦。你哋有冇每日刷牙啊？擘大口嚟睇下先。好乾淨喎，做得好啊！第11條，豬仔身邊呢有4樣食物，邊一樣唔係水果呢？
你搵唔搵到答案呢？搵到答案就叻叻。第12條，蘋果樹下有乜嘢水果呢？答案就係西瓜。而家天氣咁熱，我都好想食咁多西瓜。第13條，今次我哋就嚟數下蘋果樹下邊有幾多個西瓜啦。夠鐘，攞你哋手指仔出嚟，我哋一齊數啦。1、2、3、4個西瓜，好咧！大家都數得好好啊。第14條，喺下面幅圖邊一個嘅毛係白色呢？你有3秒時間。答案就係貓貓。第15條，我哋又睇返呢張圖啦。今次係問邊一種動物係綠色呢？你有3秒時間。答案就係青蛙。第16條，邊一樣物品係屬於家居電器呢？有枕頭、雪櫃、台同埋梳化。答案就係雪櫃。好嘢，你哋都做得好好啊！我哋得返3條啫，加油！第17條，請數一數下面呢幅圖有幾多隻動物呢？夠鐘，攞你哋手指仔出嚟，我哋一齊數啦。1、2、3、4、5隻動物。好嘢！第18條，刺蝟喺邊度呢？你有5秒時間。喺邊度呢？係喎，刺蝟匿埋咗喺樹幹裏面喎。叻豬。第19條，蝙蝠匿埋咗喺邊度呢？蝙蝠喺邊度啊？匿埋咗夠鐘喺邊啊？喺邊度？得啦。係喎，喺棵樹上面喎。終於嚟到最後一條啦！以下邊一種家居用品攞嚟洗衫嘅呢？豬仔攞件衫去洗啦，啱啦，就係放入洗衣機啦，做得好好啊，豬仔！終於做完20題啦，你又答啱幾多呢？你又鍾唔鍾意今次嘅影片啊？鍾意我哋就 like and subscribe，下次見，拜拜。